透明百家乐排靴，可以做成全透，也可以红包头、白包头，其他颜色的包头也可以。透明的，基本上透明的。然后现在把牌洗乱，放入排靴。可以提前知道庄闲结果，也可以改变庄闲结果。这轮是新颖，行家9.0，这轮是专营改成新颖。行家5.0。